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幾年少收咗請帖去飲，依家嘅年輕人越嚟越唔中意擺酒。長輩成日講唔擺酒就冇 face， 但係年輕人坦言對唔住，我想留翻啲錢買樓、旅遊、養老。中國婚宴酒席行業到咗2024年規模已經衝到9800億，預計去到2025年直接突破1.5萬億。咩概念呢？即係每日都有無數隻龍蝦同乳豬登場。但係另一邊廂數據又指有超過60%嘅新人根本就唔想擺酒，即使係擺都係縮減開支，10圍以內搞掂。今時今日仲流行所謂嘅隱婚，淨係攞證，朋友圈都唔發，搞到好似秘密結婚。越嚟越多年輕人講我唔擺酒，寧願用呢一啲錢請屋企人去旅遊。點解會出現咁大嘅反差呢？接落嚟吹水台逐層拆解俾你睇。今時今日結婚擺酒已經唔係愛情慶典，數據指結一次婚前後平均花費33萬，相當於人均年收入嘅8倍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一場婚禮開支頂得上一線城市2-3年嘅工資，甚至可以做3-4線城市買樓嘅首付。年輕人心裏面嘅算盤算得好清楚，擺酒席錢使咗，份子錢未必收得返，場面熱鬧但係好攰。唔擺酒，啲錢留落嚟買樓、旅遊、投資，起碼感覺實在。擺酒喺北方地區係一場大型收份子錢項目，份子錢少則1000，多則3-4千。喺南方地區，特別係廣東珠三角，係一場大型嘅燒錢項目。畢竟好多地方已經唔收所謂嘅份子錢。正所謂請飲就係開開心心請大家過嚟食一餐。如果擺38圍喺農村請婚宴團隊過嚟嘅話，1000蚊一圍，一餐就38000。有一啲地方連續擺2日或者3日，一日2餐，總花費隨便超過10萬。如果去大型酒店或者係酒樓嘅話，3800至8800一圍。去酒店可能請少啲人，但花費亦都唔會低過5萬。對於長輩嚟講，擺酒唔單止係婚禮，仲係人生嘅一場 show off。佢哋覺得我嘅仔女一生人結一次婚，唔擺酒嘅話，點向人哋交代？95後、00後睇法完全唔同，擺酒等於負擔加麻煩，請帖要寫，酒店要訂，流程要安排，仲要面對一大堆唔係太熟嘅親朋戚友以及父母嘅同事，一日之內笑到面都僵。有啲年輕人直接講擺酒係父母嘅 KPI， 唔關我嘅事。不過亦都有唔少開明嘅長輩支持年輕人嘅觀念，反正點樣開心點樣嚟。傳統婚禮流程繁瑣，早上接親要玩小遊戲，中午婚車排長龍，到酒店又要敬酒，從親戚到同事飲到暈，夜晚仲要鬧洞房，節目多到似一場舞台劇。年輕人點睇？成日都係為咗人哋，根本就唔係為自己。於是乎，三無婚禮開始爆紅，冇車隊、冇主持、冇接親，直接註冊走個儀式，跟住就開飯。仲有年輕人以奶茶代酒，敬長輩一杯珍珠奶茶。雖然婚禮形式變咗，但係精神追求冇變。舊一輩要排場要面子，新一代要嘅係情緒價值同性價比。愛情嘅核心唔係在乎你擺幾多圍酒、飲幾多杯，而係兩個人點樣經營婚姻、點樣規劃未來。所以不論你選擇大牌筵席定係簡簡單單旅遊結婚，只要初心係對方值得，咁就已經足夠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